各位香港嘅街坊朋友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友好啊！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今日呢集片你可以刷到，可以點入嚟睇。我咁講句，呢個絕對係老天爺安排俾你嘅天意，係你命中嘅善緣到咗。無論你今年係35歲，正處於事業家庭嘅關鍵期，定係50歲、60歲甚至70歲以上，正準備好好規劃晚年生活，我都希望你暫時停一停手中嘅嘢，揾個安靜嘅地方，將今日呢集內容完整聽完。因為今日我哋要揭曉嘅玄學天機，關乎你下半生嘅財運、健康、家道，以至你整個家族嘅運勢走向。喺我哋日常生活中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一個非常奇特嘅現象？有啲人明明平時好低調，唔愛出風頭，但他去到邊，周圍嘅氣場就特別舒服，特別穩。哪怕遇到咗再大嘅風浪，再陰暗嘅小人算計，佢總可以奇蹟般咁逢凶化吉，甚至身邊嘅晦氣病氣去到佢面前，人都會好似冰雪遇到烈日咁自動融化，煙消雲散。更厲害嘅係呢種人去到晚年，唔單止自己身體康健、財貨豐盈，連帶住佢嘅子孫後代都特別有出息，整個家道蒸蒸日上。但相反，有啲人卻過得極度艱難。明明人心地善良，天天辛苦做工，卻總是遇人不淑。唔係喺公司俾小人搶功勞背黑蠟，就係屋企瑣事唔斷，經常破財漏財，甚至去一啲氣場較為混突嘅地方，翻嚟就會病一場，或者連續倒霉幾個月。呢個究竟係點解？點解人生嘅境遇會有如此天差地別嘅反差？喺傳統易經命理學與道家玄學中，老祖宗早已給出咗答案。呢一切嘅根本就在於一個人天生所背受嘅元神氣場。五行命理學認為人人都有元神，元神就係你靈魂深處最本源嘅能量磁場，亦係你在天地間行走時，老天爺賜予你嘅那一具護體金光。元神弱嘅人，氣場薄如紙。喺玄學上，呢個叫身弱不勝財，體虛易受殺。呢種命格嘅人，外部環境稍有風吹草動，流年遇到犯太歲或節氣沖殺，佢嘅運勢就會劇烈波動。小人一靠近就可以吸走佢嘅好運，晦氣一收嚟就可以污染佢嘅財貨。元神強嘅人，命格硬如鋼，自帶玄門護體光芒。呢種人嘅元神能量極其充沛，五行根基扎得極深。喺命理學上，呢個叫元神凝聚，百煞不侵。天生元神強嘅人身上有3個非常顯著嘅玄學特點：一、鬼神不近，邪祟退避。強大嘅元神會形成一道無形嘅防禦屏障，嗰啲陰暗嘅歪風邪氣、心懷不軌嘅小人算計，一旦靠近佢嘅氣場範圍，都會俾佢身上嗰股正大光明嘅能量彈開。甚至想算計佢嘅人，最後往往會遭到天道磁場嘅反噬。二、晦氣自散，逢凶化吉。就算偶爾落入人生低谷，遇到了極度惡劣嘅環境或運勢逆境，佢嘅元神亦會在暗中默默運作，就咁似大太陽曬乾濕氣一樣，自動將周圍嘅晦氣衰氣過嚟走，喺絕境中硬生生作出一條生路。三、因果回報，晚年福報驚人。元神強嘅人，前半生往往承載住特殊嘅玄學使命，佢食過嘅苦、受過嘅委屈，全部都會轉化為強大嘅陰德積累。去到中年後期與晚年，呢股能量會徹底爆發，轉化為源源不絕嘅正財、偏財、健康壽考與子孫福報。各位街坊，經過我哋對數萬個真實命盤嘅深度比對與五行氣場推演，喺12生肖之中有3大生肖天生就具備呢種極度罕見嘅超強元神。佢哋係天生嘅造命者，係家族裏面嘅鎮宅福星。雖然佢哋嘅前半程可能走得比任何人都辛苦，受盡咗命運嘅磨難與折騰，但只要熬過咗嗰個臨界點，佢哋嘅晚年福報將會驚震眾人。究竟係邊3大生肖擁有如此驚人嘅元神天賦？老天爺又為佢哋安排咗點樣嘅因果轉折與晚年大運？喺公布呢3大生肖之前，我想先同各位聊聊一個好多朋友問過我嘅問題。大師，如果我嘅元神真的好似你講嘅咁強，點解我前半生過得咁辛苦？點解我工作做足100分，成果卻俾小人搶走？點解我對人掏心掏肺，最後換嚟嘅卻係背叛同破財？老天爺係唔係睇我唔順眼？如果你心中亦有過呢個疑問，請你此刻務必放寬心，
因為喺玄學因果律中有一個鐵一般嘅規律，叫大器晚成，火煉真金。老祖宗講得好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。喺命理學嘅格局中，天生元神極強嘅人，佢嘅命格往往非常重。呢種重命格就似係一棟幾百層高嘅摩天大樓，你想將佢建得高籠入雲，擋得住幾十年後嘅3號風球，甚至10號風球，地基就必須打得比普通人深10倍100倍。而呢三大生肖喺前半生所經歷嘅一切苦難，喺玄學上唔叫倒霉，叫消業與連金。回顧香港呢幾十年嘅風風雨雨，我哋呢代人經歷咗幾多經濟起伏？呢三大生肖嘅朋友，你哋回想一下自己過去走過嘅路。一、職場上受盡委屈，替人背黑立，明明能力最強最肯幹，但每逢升職加薪，總係俾嗰啲油嘴滑舌，只會做表面功夫嘅人搶走先機。你埋頭苦幹做低嘅成績，別人伸手就拿走，你只能將眼淚同委屈默默往肚子裏咽。2點，人情冷暖，常遭背叛與借錢不還。你哋天生心軟重情義，只要親友有難，你傾囊相助。可結果呢？有啲人借咗你嘅血汗錢唔還，甚至喺你遇到困難時落井下石。你用真心換嚟嘅，常常係冷酷嘅算計。3、家庭重擔一肩挑，內耗嚴重，你就似屋企嘅定海神針，長輩嘅健康、晚輩嘅前程、屋企嘅各項開銷，全部壓喺你一個人身上。你唔敢生病，唔敢休息，夜深人靜嘅時候，常常一個人發呆，睡唔好覺，心裏嘅淚只有自己知道。各位街坊，請你哋記住，呢一切都唔係白受嘅。喺五行氣場中，呢段時期就係你命格中嘅還債期。強大嘅元神就似一塊絕世璞玉，如果不經過烈火嘅反覆鍛燒、苦作嘅刻畫，佢就只係塊普通石頭。你前半生咽下嘅委屈、流過嘅汗水、熬過嘅夜，全部都在冥冥之中為你積享巨大的陰德財貨。因果不虛，天道酬勤。去到中年後期與晚年，當流年大運轉到金水相生嘅旺氣之時，你前半生積淌嘅呢啲陰德就會好似翻倍嘅利息咁，一次性爆發翻出嚟翻還俾你。嗰陣時，曾經踩過你嘅人會睇住你步步高升，曾經算計過你嘅人會遭到應有嘅果報，而你將會迎嚟一生中最期望、最穩固嘅晚年大運。現在我就為大家揭曉第一位天生元神極強、鬼神避讓嘅生肖屬雞嘅朋友。喺12地支當中，酉雞五行屬陰金，但你千萬唔好以為陰金就軟弱。命理學講得好清楚，酉金者，天地之精髓，淬煉之真金。屬雞人嘅元神天生就係一塊含金量極高嘅真金。好多屬雞嘅朋友常說自己前半生命苦，特別係逢丙午馬年呢種雙火疊加嘅年份，火旺克金，壓力大到令人喘唔過氣。呢個喺命理上叫烈火煉真金。火勢越猛，外部環境帶嚟嘅壓迫感就越強，做事容易事倍功半，付出10分努力卻只得到5分回報，甚至功勞仲會俾小人搶走。但點解話屬雞人嘅元神百毒不侵，小人算計終成空？原因有3：一點，元神硬度極高，越燒越亮。一般的金屬遇到大火會融化，但真正的純金只會越煉越純，剔除走所有的雜質。屬雞人天生有一種骨子裏嘅傲氣與賢性，越係喺低谷，佢越能沉得住氣。小人想踩佢，當時看似成功咗，但過咗冇幾久，屬雞人就能憑藉真本事重新站起身，令小人打臉。2、自帶天乙貴人護體屏障。酉雞喺命理中逢天乙貴人入命，天乙貴人係吉祥助力中嘅重磅吉星，代表核心機遇與關鍵指引。屬雞人遇到再大嘅險境，身邊總會適時出現幫佢化解危機嘅貴人，令嗰啲暗中陷害佢嘅小人根本無從下手。3、天道反噬，小人自食其果。因為屬雞人元神正大光明，且底層積攢咗極深嘅陰德，任何懷有惡意試圖用陰招陷害屬雞人嘅人，最後都會發現運氣反而變差，甚至遭到命理氣場嘅反噬。小人搬起石頭砸自己嘅腳，屬雞人卻能毫髮無損。屬雞嘅朋友，你哋前半生咽下嘅委屈、熬過嘅夜，全部都在為後續嘅逆風翻盤積蓄力量。
烈火已經燒到咗尾聲，你哋呢塊真金出爐、大放異彩嘅時刻到咗。聽完上一章，你係唔係有種豁然開朗嘅感覺？老話常講，否極泰來，火煉真金。上半年屬雞人就似係喺還冤枉債，人情開銷添付欠款，意外破財一個接一個。但是去到下半年，天地五行氣場徹底扭轉，金權財星與偏財星雙雙降臨。你前半生積搶嘅陰德與元神能量，將會化作三大天降福報集中到場。第一福，貴人主動登門，事業職場翻盤。以前你做10分活，別人只看見5分，功勞仲常常俾人搶。去到轉折期，天翼貴人主動登門，呢位貴人唔需要你四處求人，刻意應酬維繫，佢會主動看穿你長久以嚟嘅隱忍與實力，帶住資源、良策與合作前嚟。喺命理中，屬雞人嘅6合貴人為龍，3合貴人為蛇牛。上班族會迎嚟評優調降加薪嘅良機，過節嘅項目重新啟動，身邊嘅小人自動遠離。做生意嘅大額訂單落地，資金周轉難題徹底化解。第二福，財貨大開，多筆錢財集中回款，金庫財星入戶，徹底扭轉過去漏財破財嘅局面。正財方面，薪資上調，過往俾人拖欠嘅工程款、借款、填付資金集中到場。偏財驚喜唔斷，副業收益上轉，甚至連朋友歸還嘅舊差、平台獎勵都會意外落入口袋。積少成多，迅速填補之前嘅財務虧空，手頭寬裕後添置物業、車輛或儲備，晚年養老金都可以心想事成。第三福，家有喜訊，旺及子孫後代。屬雞人天生顧家，強大嘅元神磁場唔單止旺自己，更能鎮宅保平安。晚年貴人常出屋企，屋企晚輩嘅前程大放異彩。子女喺求職、考公或創業遇到阻礙時，亦會因為你嘅福氣引嚟貴人扶持。屬雞嘅朋友，請你穩住心態，打起精神，最好的日子就在路上。你守咗咁久嘅神婚，終於等到了最響亮嘅回響。各位街坊朋友，現在我哋要揭曉第2位天生元神極強、厚德載物嘅生肖屬牛嘅朋友。喺12地之中，丑牛五行屬濕土，內含水彩與金氣。喺易經命理學中，土代表大地，象徵住厚德載物。屬牛人嘅元神就似係廣袤無垠嘅大地，深沉穩固，包容萬物。好多屬牛嘅朋友回顧上半生，常覺得自己活得似隻默默耕耘嘅老牛，任勞任怨，是非纏身，好似無論點做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，受盡咗委屈。但你知唔知喺玄學嘅深層邏輯裏，屬牛人嘅元神之所以能做到鬼神避讓、晦氣自散，靠嘅就係呢種震撼天地嘅陰德能量。屬牛人嘅元神具備3大極致特點：一、包容萬物，邪氣不入，大地能承載花草樹木，亦能吸收污穢氣。屬牛人嘅元神極其寬厚，面對小人嘅算計與冷嘲熱諷，佢往往選擇忍讓與包容。喺玄學上，呢種忍辱負重唔係懦弱，而係喺吸納天地嘅浩然正氣。邪氣與陰煞遇到咁樣寬厚嘅元神磁場，根本揾唔到任何突破口，只會俾自動淨化。二、看似吃虧，實則全天賦。屬牛人前半生食過嘅虧，俾人佔過嘅便宜，喺老天爺嘅窗本裏全都有記載。命理學講，吃虧是福。對於屬牛人嚟講，每次受委屈都係喺冥冥之中為自己嘅命格充填陰德財富。小人偷得走你一時嘅利益，卻偷唔走老天爺留俾你嘅天課福報。三、紫微龍德入命，帝王貴人護體。屬牛人嘅命盤中常有紫微與龍德呢2顆超級巨星照耀。紫微為帝王之星，代表至高無上嘅尊貴與護佑。龍德則係充滿福德嘅貴人星，有呢2顆大吉星鎮守元神，屬牛人就算遇到再凶險嘅局面，亦能逢凶化吉，有實力強大嘅貴人及時出現幫手擺平一切。屬牛嘅朋友，你前半生默默承受嘅一切都唔係徒勞無功，你積痛嘅陰德已經喺大地之下生根發芽，即將為你衝起一片無比璀璨嘅晚年天域。聽到呢度，你應該為自己嘅善良與忍耐感到自豪。玄學上有一句老話叫大德必得其位，大德必得其勞，大德必得其壽。
屬牛嘅朋友前半生就似係喺暗處默默耕耘大地，唔爭唔搶，將所有的辛酸都埋喺心底。去到中年後期與晚年，當紫微龍德兩大帝王級吉星徹底激活你命盤中嘅陰德財貨時，你將會體驗到乜嘢叫一人坐鎮，旺及三代嘅頂級福報。福報一，大器晚成，正財偏財雙榜有名。喺12生肖財運榜中，屬牛人嘅晚年財運往往名列前茅，堪稱財運榜眼。打工一族嘅屬牛人，中年後期會憑藉無可挑剔嘅踏實與資歷，獲得破格提升、高層分紅或豐厚嘅退休保障。做生意或搞投資嘅，早期鋪設嘅人脈與誠信會轉化為源源不絕嘅合約與大單。你嘅錢財唔再係辛苦嘅血汗錢，而係資產自我增值嘅活水。晚年手頭寬裕，物業存款穩步增長。福報二，鎮宅避邪，成為家族嘅定海神針。屬牛人嘅元神因為承載咗極厚嘅陰德，晚年氣場會變得無比慈祥而威嚴。只要你在屋企嘅歪風邪氣，小人算計就根本唔敢靠近。嗰啲曾經想揾你家麻煩嘅人，睇到你穩如泰山嘅氣場，都會自動退避。你嘅存在就係全家最頂級嘅風水防線。福報三，子孫昌盛，福沙後代三世榮華。屬牛人最大嘅福報，往往唔止體現在自己身上，更會強烈地顯化喺子孫後代身上。因為你前半生積重咗太多的陰德，呢啲陰德會轉化為強大嘅家族氣運。你嘅子女喺求學、就業、考公或創業路上，常有貴人相助，能夠成才立業。去到晚年，你更能享受兒孫遊室、天倫之樂嘅至高幸福。屬牛嘅朋友，請記住，分辨清楚身邊邊個係真心貴人，遠離虛幻嘅無水桃花與無謂內耗。只要你守住本心，你嘅晚年定能大富大貴、福壽康寧。現在我哋要揭曉第三位天生元神極強、靈光獨具嘅生肖屬蛇嘅朋友。喺12地之中，是蛇五行屬陰火，象徵住地心之火、靈性之光。喺易經命理學中，火主禮主光明與智慧，屬蛇人嘅元神就似係9天之上閃爍嘅靈光，敏感、睿智、直覺驚人。好多屬蛇嘅朋友常覺得自己呢幾年走得好難，尤其是經歷咗本命年犯太歲以及流年氣場嘅衝擊，情緒容易低落，做乜都好似有塊石頭壓喺胸口。但你知唔知屬蛇人嘅元神之所以能夠逢凶化吉、破白煞，全靠以下3大天生嘅玄學天賦：一、驚人嘅第六感與直覺，屬蛇人嘅元神靈性極高。喺面對金融陷阱、小人套路或是危險氣場時，屬蛇人往往能在事情發生前，憑藉直覺感到一種莫名的心慌或警惕。呢種天眼通般嘅第六感，多次幫屬蛇人喺暗中避開咗足以令人傾家蕩產嘅大坑。二、吉星墨月入命，轉化新鮮能量。屬蛇人喺命理中逢墨月，吉星照耀。墨月係一顆專門帶嚟新鮮氣場、變革與新思路嘅吉星。即使陷入僵局，屬蛇人嘅元神亦能快速適應環境，3兩下揾到突破口，化腐朽為神奇。三、靈光護體，小人無所遁形。屬蛇人嘅眼神與氣場極具洞察力，嗰啲虛情假意、心懷不軌嘅小人喺屬蛇人面前就似係赤裸裸咁站住一樣。屬蛇人雖然平時唔輕易揭穿，但心裏根明鏡似的。小人嘅陰謀喺佢嘅靈光照射下，根本無法得逞。屬蛇嘅朋友，你過去受嘅委屈與低谷，只係元神喺積蓄突破嘅能量。只要你打起12分精神，避開大意與散漫，你定能重回人生巔峰，收復失地。各位屬蛇嘅朋友，聽完上一章，你係唔係已經感覺到體內嘅靈光元神正在被喚醒？玄學上講，蛇蛻皮而重生，火化灰而復燃。屬蛇人嘅運勢曲線往往呈現出極具戲劇性嘅絕地反擊特徵。中年以前，你可能因為心軟、大意或流年沖煞而跌入谷底，甚至覺得前途茫茫。但去到中年後期與晚年，當墨月、吉星與五行金水旺氣交相契應之時，你嘅命局將會迎嚟枯木逢春、晚景大放異彩嘅震撼逆周。逆傳一，突破僵局，事業財富開闊新航道。隨住墨月、
吉星嘅深層發灰，屬蛇喺晚年非但唔會與社會脫節，反而思路異常清晰，眼界開闊。以前卡住冇進展嘅項目，解唔開嘅人際結構，突然之間會有貴人主動前嚟搭 P 連線。好多屬蛇嘅朋友會在晚年開創事業第二春，或是透過新穎嘅投資副業獲得超乎預期嘅巨額回報，將過去輸咗嘅錯過嘅全部雙倍贏翻嚟。逆轉二，名利雙收，晚年受人尊重與敬仰。屬蛇人天生帶有一種高雅嘅智者氣質，去到晚年，你嘅豐富閱歷加上敏銳嘅第六感，會令你成為家族、朋友圈以至行業內嘅軍師與定海神針。晚輩遇到難題都中意揾你指點迷津。你在社交圈中嘅地位與聲望達到頂峰，晚景光鮮亮麗，活得極有尊嚴與底氣。逆轉三，積選暗財，晚年財貨穩如泰山。屬蛇人晚年嘅財富往往呈現出暗財滾滾嘅特點，除了明面上嘅正財收益，理財不動產、收藏品或是長期理財上嘅佈局會迎嚟收穫期，錢財源源不絕咁匯入財富，手頭極度寬裕，晚年生活無憂無慮，隨心所欲。屬蛇嘅朋友，只要你在行運之餘打起12分精神，看管好個人財物，防範亡神凶星帶嚟嘅粗心大意，你嘅下半生定能大翻盤，成為人人羨慕嘅傳奇。聽到呢度，相信屬雞、屬牛、屬蛇嘅朋友都已經知道了自己天生元神強大，晚年福報驚人。但玄學命理講求嘅係陰陽平衡與水滿則入。老祖宗留下一句至理名言：再好的刀，天天砍石頭亦會捅；再強嘅元神，天天遭毒氣污染亦會破光。即使你嘅命格再硬，元神再強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唔注意保護自己嘅氣場磁場，犯咗命理學中嘅3大破運禁忌，你嘅好運就會好似漏水嘅桶子咁，邊流邊流。原本10個分的晚年大福報，最後可能折半折成5分。特別係我哋香港生活節奏極快，人多擠迫，職場與家庭壓力高昂，日常環境中嘅無形煞氣無處不在。以下呢3大禁忌，請屬雞、屬牛、屬蛇嘅朋友務必拿筆記低，或是截圖傳入手機，時刻警醒自己。禁忌一：心軟待人擔保，過度牽掛，導致元神透支。呢3大生肖嘅人骨子裏都有一個致命嘅弱點，太有責任感，太心軟。屬雞嘅朋友天生愛顧家，愛睇身邊嘅朋友打抱不平，睇到親友有難，常常唔自量力咁將責任攬喺自己身上，甚至盲目幫人做財務擔保，借錢俾人周轉。去到下半年或流年轉換期，過度嘅牽掛只會令你整天胡思亂想，夜睡不安，陷入嚴重的內耗。屬牛嘅朋友任勞任怨，總覺得我唔做就冇人做。家庭嘅重擔、親戚嘅矛盾，你全部往自己肩上扛。屬蛇嘅朋友雖然平時冷靜，但只要對方打出感情牌，你嘅防線就會崩塌。喺玄學磁場上，過度牽掛與心軟就係最猛烈嘅元神毒藥。當你將所有人之命運都綁喺自己身上時，你自己嘅元神護體金光就會被強行拉散。玄學避煞法，記住一句話：各人因果各人擔，莫替他人背業障。幫人要有限度，救急唔救窮。特別係喺財務合同與人情擔保上，必須守住底線，收回過度嘅牽掛，將精力留俾自己嘅健康與財貨，你嘅元神才能重新聚氣。禁忌2：陷入口舌是非與無謂爭辯，節損陰德財貨。好多人唔知道口業係破壞元神能量最快嘅方式。屬雞嘅朋友心直口快，講話容易刀子嘴豆腐心。喺氣場轉換期，如流年7月或節氣交接，人際氣場偏弱，極易因為一時衝動而捲入閒言碎語，惹嚟小人背後搬弄是非。屬牛嘅朋友雖然平時能忍，但一旦俾人逼到牆角爆發出嚟，說話就會極度尖銳，將累積多年的陰德一瞬間燒光。屬蛇嘅朋友大暑或旺火節氣時火氣攻心，理智線斷掉，說話楚楚逼人，散發出衝撞嘅能量，結果自然換嚟別人的敵意。喺易經風水學中，氣從口出，財從口入。你每同人在口舌上爭高低，冒一句粗口，或是背後抱怨是非，你頭頂上嘅吉祥磁場就會淡薄1分。
小人最中意挑撥你發脾氣，因為你一發脾氣，你嘅元神防禦就會出現破綻，佢就有機可乘。玄學避煞法謹記少管閒事，遠離是非圈。遇到無理取鬧嘅人，一笑置之，保持低調，絕唔正面衝突。你唔上當唔發火，小人帶嚟嘅熱氣就無法附住喺你身上，最後只能原路返回去反噬小人自己。禁忌3，家中東南、東北或正北方位雜亂破敗，堵死財路。玄學講人澤相符，環境造命。你嘅元神強唔強，同你每天居住嘅家宅風水磁場有着100%嘅直接關係。香港嘅居住環境普遍較為緊湊，好多街坊中意喺房間角落堆放網購快遞盒、舊衣服、廢棄電器或是破舊鞋盒。但你知唔知？對於3大生肖嚟講，屋企有幾個關鍵方位係絕對唔可以堆放雜物嘅。東北方位屬雞的旺財位，丑牛本命位。東北角喺風水上代表艮卦，主根基與財富。如果屋企嘅東北角堆滿裝衣服、廢棄文件、垃圾桶或破爛盒子，就會形成雜亂煞，導致你上半年賺到嘅錢似蒸發一樣漏光，手頭資金周轉困難。正北方與正南方太歲與沖煞方位，例如丙午年嘅正北偏財位與太歲對沖位，如果該處擺放進水、破裂玻璃或是尖銳植物，會直接引爆家族成員嘅血光之災與破財危機。玄學避煞法。睇到呢度，請今日返到屋企立刻做一件事，將屋企嘅東北角、正北角收拾得乾乾淨淨、光亮整潔，撩掉所有的廢棄快遞盒與破舊雜物，保持空氣流通。呢個唔單止係打掃衛生，更是玄學上嘅清理氣場障礙，令天地嘅財氣與貴人吉星能夠無遮無擋咁進門。各位街坊朋友，各位同修，恭喜大家一路睇到呢度，能睇到最後呢一章，說明你與天道嘅善緣已經徹底接通，你體內嘅元神護體金光亦正在被全面喚醒。老祖宗講，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天道酬善，因果不虛。前面我哋詳細拆解咗屬雞、屬牛、屬蛇3大生肖嘅元神特質，前半生嘅還齋煉金過程，以及晚年天葬福報嘅因果規律。咁樣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到底該點樣透過極低門檻、簡單易行且真實有效嘅玄學方法嚟主動啟動元神能量，鎖住晚年驚人福報呢？今日曾老師同文峰開運館嘅大師傅特別為大家整理咗3大港式居家開運秘法，唔需要你花大錢去買昂貴嘅風水擺件，只需利用身邊最常見嘅日常物品，就可以為全家人打造一個招財納福、鬼神避亮嘅頂級磁場。秘法1：擺設600生水局，化解流年火煞，源源不絕，生財喺2026丙午赤馬列火年全年的氣場火氣極旺。火旺克金，火大廢水，容易令人心浮氣躁，做事衝動，錢財左手進右手出，甚至引發小人是非與流年衝殺。要化解呢股過旺嘅火氣，最頂級嘅玄學佈局就係利用金生水起嘅五行相生原理，喺屋企佈置一個600生水局。具體做法：1點，準備一個乾淨透明嘅玻璃杯，倒入8分滿的新鮮清水，切記唔好用隔夜水或雜質多的水。2，喺水杯裏面放進6個1角硬幣或者6個乾淨嘅銅錢。3點，將呢個水杯擺放喺你屋企嘅正北方，正北方為流年偏財位，亦係氣場沖克最劇烈嘅位置。玄學原理：6喺易經數理中屬金，硬幣屬金。金能生水，6個硬幣源源不絕咁將純淨嘅金氣轉化為清澈嘅水能量。呢股水嘅能量能完美克制過旺嘅火煞，化解子午對沖與節氣沖煞，幫你保存家平安，轉危為機，聚財守護。秘法2：巧用5行幸運色彩，穿出護體光芒人身上嘅衣服色彩，就係你每天移動嘅氣場防護服。穿對咗顏色，能補充元神欠缺嘅5行。穿錯咗顏色，反而會火上漢油，引嚟晦氣。開運幸運色大吉，白色、金色、米色、乳白色。5行中白色，金色屬金，米色屬土，能生金。火克金，穿住呢啲顏色嘅衣服，可以巧妙咁卸掉外部環境中嘅過旺火氣與燥氣，補充元神能量，令你思路清晰，貴人相助。
被殺、禁忌色、大忌喺節氣交接、凶日或感覺運勢低迷時，切忌大面積穿着純紅色或純黑色。紅色係火上用油，會令脾氣更加暴躁。黑色屬水，喺大暑或極熱氣場中穿黑色等於拿水，直接硬挑撥烈火，容易引發水火相衝嘅意外與人際衝突。秘法三，3、5清晨4寶拜神法，誠心接引天地福報。玄學講求嘅係心念與感恩，老天爺要賜福俾你，你亦必須主動打開大門，伸出雙手去接。喺節氣轉換如小暑、大暑到立秋期間嘅黃道吉日，屬雞、屬牛、屬蛇嘅朋友可以選喺上午陽氣最旺嘅時候，準備龍眼代表圓滿順利，發糕代表步步高升，紅龜歌代表長壽吉祥，紅圓代表事事圓滿。呢4樣供品，前往附近的土地公廟、媽祖廟或黃大仙廟，誠心拜拜。祈福心法。拜拜時要清楚咁報出自己嘅姓名、農曆出生年月日、現居地址，誠心感謝神明過往嘅保佑，並祈求大暑與下半年過後，元神凝聚，貴人臨門，全家平安。拜拜完後，將供品帶返屋企同家人一同分享，將呢份天地賜予嘅福氣徹底食進體內。睇到呢度，你呢一刻能點入呢條影片，讀到呢一段文字，絕對唔係偶然，而是天道磁場喺暗中引導你。玄學講求善念相感，當千千萬萬個同你一樣善良勤勞、一心想令家人過得更好嘅街坊朋友喺同一個地方發出善念時，就會匯聚成一股全世界最澎湃、最宏大嘅正能量善念磁場。呢股磁場會穿過網絡，直接為你同你嘅家人進行暗地裏嘅加持。現在請動一動你嘅手指，喺下面的評論區無比真誠咁打上呢8個字：接財接福、大吉大利，或者留下你嘅生肖與願望，如屬雞接財、屬牛轉運、屬蛇貴人登門。當你打下呢幾個字嘅嗰一秒，你嘅心念就已經同天地嘅福報磁場產生咗強烈嘅連接。最後請一定要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並開啟小細燈。更重要嘅係，請立刻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屬雞、屬牛、屬蛇以及所有關心你嘅親朋好友。你將好運與趨吉避凶嘅天機分享俾佢哋，就係喺做無量嘅大功德。你救咗別人，幫咗朋友，呢份積下嘅善果與陰德，遲早會加倍回饋到你同你嘅子孫後代身上。祝所有朋友元神凝聚，百毒不侵，貴人臨門，財源廣進，晚年福報驚人，全家大吉大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